拜又过去了，很开心。今天下午是我就任的日子，很难得一个时候，一天有2个身份，一个是传道的身份，一个是牧师的身份，这样。翻译成。好，那因为我们是国度，上帝的国度，所以呢，我们有邀请很多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长跟我们一起参与，所以我们都是建成教会的主人哦。下午我们要迎接我们的客人，那我们有发一个邀请函给各教会，我读一段这个邀请函上面的文字。敬爱的牧长及兄姐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建成教会在历任牧者及信仰前辈辛勤付出、用心耕耘下，得以在历史中继续往前奔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很高兴并感谢上帝差遣他忠心的仆人来继承传福音的使命，愿主赐福。这是我们发给各教会，还有一些牧长、一些好朋友的邀请函。从这个刚才邀请函上面的文字，可以多少可以听出一些端倪，就是教会的历史啊。教会的历史其实对我们每一间教会来讲都很重要。在上个礼拜一连传道也讲到，建成教会之所以能从66年前开始设立，就是当初志和长老他的爸爸黄乐典牧师跟一群人，他们重新有受到一个感动，想说在大同地区这个地区有非常的福音，非常需要福音，那他们就看见这个需要，听见这个需要，那就是上帝的呼召。有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然后我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有需要，比如说好放 PPT， 上面敬拜团变得这样子，你没有人放 PPT 不行啊，可能有人看到需要，这就是在你心里的一个呼召，你要为此祷告。或许这就是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成就的一个使命，不要推给别人，要好好自己留着祷告。如果这是你的呼召，那你就好好的去做。所以当初黄乐典牧师就和一群同工在祷告当中，不只是祷告，他们还付诸行动，就向着这个意向来前进。今天我们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圣殿来敬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圣殿刚开始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6层楼，是2层楼的哈。所以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信仰前辈，他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奉献他们的一生，然后呢就这样子慢慢的看成就，然后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所以敬拜上帝呢，是会有一间这样子的一间建筑物，无非就是为了让弟兄姐妹们可以有一个地方安心的、专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敬拜上帝是教会设立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当一群基督徒在聚集敬拜，其实这个聚集的本身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一个的人，这些人的聚集的本身就是教会。所谓的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不是这个物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集合。那他们这样子，我们承接了信仰前辈这么丰富的资产，所以说前人做出后人乘凉，我们这样子现在可以吹个冷气，在这边安心的敬拜，也不用为着可能当初他们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贷款，会需要很多的奉献，会需要很多的预备。可是我们今天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听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们所承接来的一个福分。那如今我们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维持，不只是维持，还要发扬传承下给我们的有的人已经有下一代了，有的人可能刚好卡在中间，正要往前走，然后承先启后。我们怎么样去承接这个角色？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这边有讲到说，我们成了一台戏，要给世界天使和众人观看。上帝就好像是导演、编剧、导演，那我们就是戏里面的那个角色。我们成了一台戏，要给天使、众人、世界观看。每一部好的影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看，应该喜欢看，要么就是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是影集啊。我有一阵子很爱看影集，那个24，我不晓得你们知道那个
那个我们一家人就在那边一集拼一集啊，一集这样看的没有办法，就不看很痛苦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会让我们吸引我们会一集这样子看下去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那个剧情呢？对不对？是剧情吸引我们，是剧情吸引我们往下看。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先看，那其他人比较后看，就说你不要跟我讲结局哦，你不要跟我讲最后怎么样哦，你跟我讲我就跟你翻脸哦，因为知道结局就不好看了，对不对？破梗了还有什么好看的？所以其实会吸引我们一直往下看的是那个过程，每一个扣人心弦的过程，吸引着我们不断的投入在这个剧情当中。像前2个礼拜世大运，我们都看到很多选手他们得奖牌，哇，那得奖牌很开心啊。可是真正探究这得奖牌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辛酸跟血泪。很多选手都是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在撑着，咬牙撑着。那我们昨天下午，昨天下午我们的乐团，我们的敬拜团参加一个诗歌创作的一个比赛。每一次的练习，就好像那些选手一样，不断的从错误当中来学习。我们每一次在这边享受跟在主里一同的敬拜，不管是打鼓的、贝斯的、吉他的、领唱的、弹 keyboard 的，他们也都是在错误当中去怎么样啊？这边不对了，那边不太协调，怎样的？就是从错误当中去学习啊。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就是这样，不断的从错误当中去学习、去调整。没有人做什么事一开始就完全就会的。我也不会啊，我今天才要当牧师，我还没有当过牧师哦，我也要调整啊，好，这是我一个新的身份。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建成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要怎么样承先启后？怎么样看我们的历史？建成教会的历史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信仰前辈的这些生命，我们又从这些信仰前辈身上又学习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更新，在错误当中不断的学习，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好像那些世大运的选手，除非他不再当职业选手了，不然他就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锻炼自己。有些不能吃的就是不能吃，有些要拼命吃的你就要拼命吃。除非你不当选手，除非你不在敬拜团里面服侍，不然你就是自己爱怎么弹就怎么弹，也没有人说，哎，你弹错了，你好像不协调，不会，就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在信仰群体当中，在这个信仰里面不断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生命。好，所以从历史中来学习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定义寻求耶和华，就是这本上帝的话语，这本圣经就是历世历代的见证。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本圣经里面的记载，像有些像美明执事他们教主日学的，有一些老师主日学老师有一些比较不太好的结局，都不太喜欢讲给小孩听，对不对？像比如说今天读的经文这种经文主日学不宜，儿童不宜啊，那圣经里面是活生生的见证，有好的结局，也有不好的结局，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刚刚说过，一个影片吸引人的不是它的结局，是它的过程，是它的生命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每天都可以不断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调整自己，得到喂养，得到一个方向，那我们就其实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上个礼拜一节传道讲到约西亚，他是犹大最后一位被上帝称为是好的君王的一个王。自从约西亚之后，就一个王比一个王还差。那我们
一起来回想一下，我们有讲过哪2个君王？我举一个例，一个是乌西雅，还记得吗？乌西雅王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赐福给他，让他国势强盛，他的声名远播。可是，在他声名远播、国势强盛的时候，他就心骄气傲，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有谁记得？对，他叫献祭，对不对？他硬就是要去献祭，结果呢，上帝还差派那个祭司来给他挡着说，这不行，献祭烧香不是你一个君王该做的事情，是祭司的事情。可是他听不听？他不听啊，他没有抓到那个可以回头、可以得到恩典的机会，所以后来上帝就给他长大麻风。他一生像乌西雅王这个例子，本来是那么的风光，可是后来他的结局是这么的惨。好，那我们再来回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上个礼拜才讲到哦，一节传道书后面你们要记得，不然他们哭了。约西亚王的例子，约西亚王他8岁登基，8岁哦，好小，比你们还小，8岁就当国王。可是呢，他即便他这么的小，他不小看他年轻。他却可以在那个整个是很腐败、很黑暗的环境当中一枝独秀，行耶和华上帝看为好的事情。那当他发现摩西律法书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撕裂衣服，以前全都哭了。他就撕裂衣服，我就想说，他就已经行上帝看为好的事了，干嘛他还要撕裂衣服这么痛悔？他发现摩西律法书，他发现，不能独善其身，我还要兼善天下，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好就好了。我的百姓，我的祭司，我的百姓，他们还在罪恶当中，我要带着他们一起来归向神才对啊！所以他就在众祭司、长老、利未人的面前去宣读上帝的律法，要他们不只是听见而已，而是要跟随啊！所以从乌西雅王跟约西亚王这两个王的例子，我们知道，其实上帝他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上帝。如果遵从他的旨意，专心寻求他，即便是犯错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机会来回头。他是说到做到的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不过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发现一个很让我们觉得很丧气的一件事情，就是从约西亚王之后，一个的王，一个比一个还差，一个比一个还惨。不是他们的人格特质不好，不是他们不会做人，是因为他们不敬拜上帝。他们不敬拜上帝。西底家这个名字，以前我有一个长老很有趣。西底家如果按照音译，有没有？好，西鲁已经发现了，他如果直接音译成台语，就变成西底家。你们没有人听得懂台语？听得懂西底家有没有？他就是真的是景家西底家啊，真的是西底家死在这里哦。他就是硬心背逆，不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那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上行下效，好，众祭司跟百姓，还记得乌西雅王那一群非常勇敢的祭司，他们的信仰没有被传承下来，他们的后代没有承接他们好的生命跟职分，所以才会死得很难看。所以刚才有讲过说，我们都知道历代志它的编写，之前有讲到历代志的编写，它是写给一群已经被掳，就是被上帝惩罚，你们就是这样子的不听话，所以上帝就惩罚这一群犹大人，把犹大这个国家整个灭掉之后，这一群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掳到很远的那个巴比伦那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那犹大王朝就成为历史上血淋淋的见证。那这个历代志呢，就是写给这些被掳回来的人看的。因为这些被掳回来的人，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他们漂流到巴比伦70年。70年以后，如果是我的话，已经做古了，可能是我的小孩才有可能
经过70年再回来。那有些人是年轻的时候被掳走，然后等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再回来，他们要记得70年生活在外邦，没有办法敬拜上帝的生活，有可能有的人是新一代就生长在巴比伦的人，他们回来首要第一件事情要记得就是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要记得他们的身份，而且他们要记得他们的使命。上帝会让他们再一次的回来，就是要恢复敬拜的生活，敬拜上帝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身份跟他们的使命，他们是一定要首先要记得的。可是当他们回到故乡的时候，当初所罗门王所盖的那个辉煌的圣殿，已经变成断垣残壁，破碎不堪。那他们自己的家园也是一样啊，没有一个有的人这个家，这是温当位，这是我家哎，被人家占领，被人家占走了。你家再也不是你家了，你家也不是我家，我家也不是你家。好，那现在他们面对了两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是那些被掳70年归回的那些犹大百姓。问题一，你们要先重建圣殿呢，还是2要先盖自己的房子？我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个地方好好吃饭，给自己盖个房子不为过吧？可是上帝说，你们要先重建圣殿，恢复敬拜的生活。选哪一个？盖圣殿。盖圣殿。对啦，现在我们讲盖圣殿，可是真的在那个当下，真的很挣扎呢。这些信仰的前辈，真的很挣扎。他们怎么选？在先知书里面有记载，他们选择先处理自己的问题，他们先盖自己的房子，先让自己的生活先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呢，盖圣殿这件事情一拖10几年就过去了。然后上帝就通过先知哈该，圣经里面有一卷哈该书里面有说到，上帝透过先知哈该对那群以色列百姓说：“圣殿仍然荒凉啊，你们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子吗？”天花板很正常的，住天花板的房子很奇怪吗？可是，在那个时候，有天花板的房子其实就等同于现在的豪宅。所以那群以色列百姓，上帝让他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回来，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断的在自己不是只是有个床睡，有个地方可以吃饭就好了，还一直建造成豪宅，然后上帝的殿、圣殿还在那边荒废。或许有人说，传道，你刚刚不是讲说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吗？那圣殿也不是那个建筑物啊。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圣殿好不好，有没有被盖起来，有这么重要吗？只要有人敬拜就好，聚集敬拜就好了。没有错，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但是这个建筑物是一个象征，是一个什么象征？是一群聚集敬拜上帝的人有没有注重敬拜上帝的这件事？如果我们的心在敬拜上帝，我们看重这件事情，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看重任何跟敬拜上帝有关的事情。就像敬拜团为什么要这样练习？因为看重。如果不看重，各弹各的调就好了啊。我弹我的琴，我打我的鼓，反正我就自己敬拜就好了，我自己嗨就好了，我管你们的。可是不是啊？信仰群体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用心敬拜上帝，就会想尽各样的方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心聚集敬拜上帝。我们会把重建圣殿，他们一定就会把，如果那一些以色列被掳归回的那一些人，如果把上帝的话放在第一，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那他们就会放下任何的困难，把重建圣殿放在第一位。就像当初黄热点牧师他们那一群同工，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需要吗？很多信仰前辈他们都是卖了自己的房子来盖圣殿的。如今我们坐在这边，我们如何来承接？我们来如何承接这么棒、这么重要的福分，并且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先被调整。因为如果没有先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被调整，我们就会找很多的理由，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来忽略上帝的要求，甚至是用自己的意思来曲解上帝的意思。我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叙述句一直不断的重复。他是这样讲的：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寒尚未废去。有印象吗？常常说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但是或只是秋寒尚未废去。秋坛它是一个在山顶上、山岗上或大树下，他们自己用石头或石块摆设的一个祭坛。那个是迦南人的文化，是外邦文化。在那个时候，当上帝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被这些文化给影响、给同化，他们也开始学着他们在各山岗上、大树下到哪里就自己弄一个坛，然后敬拜上帝。或许有人讲，传道那有敬拜上帝不好吗？有拜总比没拜好啊，有拜有都比呀，有做总比没做好。但是我们还记得刚才讲乌西雅王的例子，乌西雅王他要献祭烧香。如果连一个王他要献祭烧香都不被允许，那更何况是百姓呢？因为上帝所传授下的律法书，献祭烧香是祭司的职分，不是王。你即便是高高在上，你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连君王都不行，更何况是百姓？表面上你好像做了很好的事，很敬虔、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却是在违背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意思来曲解上帝他原本那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在秋坛献祭烧香的历史是不对的，这个信仰的传统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很多事情我们并不能有样学样，我们必须自己要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自己要去读，自己要去在里面反省，原汁原味。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加工食品，很多加工食品对生命并不好。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经验，依靠自己的才能势力，就忘记上帝原本的吩咐是什么，忘记以色列的历史在向我们说什么，也忘记建成教会的历史在向我们说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落入用自己的意思曲解上帝的意思？我们宁可得罪上帝，也不敢得罪站在我们面前的人。人家说什么好，对但是他明明讲的就不是上帝，就完全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你在对什么，在好什么？我们整个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不断的用自己的意思来束缚别人。我们也常常会拿别人的标准来检视自己。人看人是有一句台语叫做"你看我无我看你无明"这个翻译有些熊翻成华语，我还不晓得该怎么讲，就是看不清楚啦。我有我的角度，你有你的角度嘛，对不对？你看我看不清楚，我看你我也看不清楚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多认识自己，有多认识别人，真的不晓得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不断的在人的意思、在人的意见当中，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子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会离我们越来
就会被稀释掉了，都是人的话，一直在讲，上帝的话就不见了。我们要如何从过去错误的经验当中走出来？这是我们要去学习。而值得很感恩的是，就是人虽然常常失信于上帝，但是上帝总是可信的。他从来没有舍弃他所拣选、他所爱的百姓。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那个道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无形，那么的无法形容，那么的奥秘，看不见，好像也抓不到，好像也读不太懂。之前先知讲那些话，听不懂，怎么办呢？这一群人就继续这样继续陷在深渊里面吗？没有，怜悯人的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降世谦卑，降世为人，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活出来给你看。道上帝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上帝，就是宁愿有什么苦悲这个悲实在是很苦，我喝不下去，但是我愿意顺服。就是怜悯人，即便自己累得要死，又肚子又饿，耶稣不常常这样子吗？但是这么多人簇拥他，耶稣就怜悯，他就动了慈心。即便自己又饿又累还是给他们医治，还是给他们安慰，还是给他们教导。他活生生的展现给世人看，说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他的要求、他的怜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那还有人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我没看见？有啦，还是有一群人没有看见，所以就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我们要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历代志，上帝透过历史向我们说话，就在他大发烈怒，这些西底家这个王跟这些百姓怎么样更动无天爱喜尊。当上帝要给他的子民一个教训的时候，上帝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应许。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是36章嘛，我们再往后看最后2节，上帝有给他们一个应许，应许说：你们今天被掳，到时候你们要回来，你们要回来。他使用外邦的君王，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喽，后来巴比伦也被波斯灭了，所以当时的波斯王被上帝感动，上帝叫那个波斯王放这一些被掳的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很奇妙一个拜偶像的外邦君王，他就会听，他听得到上帝的话而且他不是听而已他就真的这样去做了，他就放那一群被掳的人回到原来的故乡。这是个很棒的应许，上帝使用那个波斯王成为旧约时期以色列百姓的救赎，他也使用道成肉身、卑微出世在马槽的耶稣，成为新约时代万国万民的救赎。上帝是多么奇妙的上帝，是一直不断在重新创造的上帝，他所作所为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如果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环境一直没有改变，讨厌的人永远那么的讨厌，他怎么都不改。我为他祷告那么久，他怎么还是这样死性不改？这个事情怎么一直都做不好？奇怪了。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周遭的人事物，那些不好的东西好像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在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请注意，你有多久没有用心聆听上帝的话？因为不断的在人的眼光当中来打转的时候，我们永远走不出去。我们要诚心的在上帝话语里面来反省，来悔改，要从自己开始，
要从自己的生命开始调整，不是一直在对那个人或那件事来发出埋怨。我们青少年团契在前几个礼拜的营队的题目是破镜重圆，那个镜，我们要一起登上基隆山，对不对？好，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辅导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跟我们的敌人一起登山哦，不是跟同队的哦，还要跟敌人一起登山。你要跟敌人一起登山，你要调整的是什么？其实，在那个营会当中，大家都知道，要调整的都是自己。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讲说，麦子跟稗子会一起长大。麦子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属基督的生命，但是稗子像杂草。我们想到那个园艺种园艺的，如果你杂草太多的话，会影响那个主要作物的生长，一定要适时的除草这样。可是杂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那杂草就是一次一次会生啊。那我们生命中的杂草呢，除不尽因为耶稣说麦子跟稗子会一起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杂草。杂草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件事，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如果你一直走不出去你的环境，请你回到谦卑，回到上帝的面前。下午我们要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誓约。今天，现在那个十字架这个被那个荧幕挡到了，到时候你就会看到十字架嘛，旁边有洪真美传道师、风力牧师，这边有建成教会，这样。不管是黄之美传道还是建成教会，都在十字架底下。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都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十架下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都要一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背，你们也没有办法一个人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耶稣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西门帮他背十字架。我们要同心携手，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我们要同心携手。我们要立誓，在上帝面前誓约，要誓什么约呢？可能你们会跟上帝誓约说：“上帝呀，感谢你，差派这位牧师来到我当中，这个牧师完全是符合我的期待的，真是感谢你带领这样子的一位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是这样子的誓约，还是上帝啊，感谢你差派这位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跟这个仆人一起，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重新被调整，不断的重新被雕塑。要哪一个？前面还是后面？后面嘛，要有信心，你当然后面啊。教会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牧师身上啊，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上面。我总有一天我也会走因为我也会死啊，对不对？但是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你们不能把希望托付在我身上，你们的希望是托付在上帝话语的身上。我只是上帝差派我来传递上帝的话语，我只是他的使者，我不是他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立誓，我们是跟谁立誓？我们跟谁立约？我们跟上帝立约，我们要一起朝这个目标，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常常会说，我不是完全人啊。虽然我是我即将成为牧师了，我也不是完全人。我也需要调整，我也需要学习，因为只有一位是完全的，那就是耶稣。
只有耶稣是完全的。我也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需要你们的鼓励，我也需要你们的提醒。这样子的生命才能够一起成长。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讲道的时候，然后经过很多的月，我还印象当中那个时候第一次来讲道，我跟上帝的祷告说：主啊，如果这间教会是你托付给我的教会，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晓得我要去哪里。我说，如果建成教会是你托付给我，带领他们一起走向你的教会，那么你就让我所讲的道，我所传讲的，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听了有感动，愿意这样去做。那我就知道，这是你要我来带领教会。我很感谢神，这么多日子过去，今天下午我们就要一起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誓约。你们都要来，不能跑掉。好，就是下午有讲道完，牧师那一位廖牧师讲道完，然后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们都要来。可能你们因为我们要招待客人嘛，可能这一层楼都会被客人坐满，然后后面那一区是我们的长辈，教会的长辈在坐，那你们可能会分派到4楼、5楼或者1楼，但是不要忘记，在牧师讲完道回应诗的时候，你们就要赶快集中到2楼来了。好，放下你们手边的工作，来到2楼，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誓约。你们要专心祈求耶和华，遵行他的话语，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对你们有信心，因为我对你们有信心，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所以你们要对彼此有信心。历代志最后的记载，上帝的应许是我们的盼望，他应许那些被掳的人一定会归回。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们的心现在是不是已经被掳走了？我不晓得你们的心是不是一直因为某一个人过不去？我不晓得你们的心里是不是因为某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做好，然后在埋怨别人、埋怨自己，或者是看不起自己、看不起别人。我不晓得你们的心是不是被掳走？但是上帝说，只要你专心寻求他，他的怜悯跟慈爱一定会把你再带回来，你一定会再回来的。只要定义寻求耶和华，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或是别人的所作所为来失望、来跌倒，因为他们其实也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们也跟你跟我一样，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再调整。我们要一起在这信仰的道路上不断持续的打拼，学习在跌倒的地方再一次再站起来。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紧紧跟随，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也一起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享受他丰丰富富的恩典。现在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要让主，要邀请那荣耀的君王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说主耶稣，我要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因为当我们的生命有主在我们作王掌权的时候，那一些杂草根本就不需要去在意那些杂草，根本就可以完全忽略它们，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因为圣洁荣耀的君王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预备我们的生命，设立宝座，主已经设立宝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欢迎他进来。
许都会